过年期间，食遐尼济稀稀巴巴，也着爱运动哦。这新北市的运动中心对初二就开始开放，今日就真济民众透早就去活动筋骨啊。嘴巴持续慢吐慢吸。对健身教练活动筋骨，新北市南口的运动中心第二节嘛有运动课程，对早起开始就不少民众来上课。如果10天一直吃，然后在家里追剧，我会觉得10天后会蛮可怕的。所以运动中心有课就觉得很开心。有民众表示，这个年节休真长，大鱼大肉食几若工，真需要运动。健身教练嘛特别安排一寡平常时就通简单做减脂肪、抽筋骨、初学者好学的动作，让民众通好缀咧做。尽量挑一些任何强度的人都可以做。那有些比较强的，我会给他特别更强的教他做，所以任何程度来都应该都可以上课。那像我们的飞轮课程哦，就是对减脂非常有帮助。那我们也有有氧课程，就是非常欢迎民众一起来运动这样。运动中心表示，可能是天气无介好，嘛可能是愈来愈侪少年人有练身体的关系，来运动的人有比预期较侪。新北市体育局嘛表示，市内的运动中心有推展无同的活动课程，让民众年节嘛通动筋骨。记者电话不离开台北采访报道。